天心桥上出现了一位乌劫。乌劫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乌劫落这个天心桥，到底有什么款重大任务呢？请看续集，便知分晓。神秘天心桥又出现在一望无际坟墓中咯。这个时阵，天心桥上出现了一名异人，伊一步就要落这个天心桥，伊到底是谁呢？伊为着什么任务要落天心桥呢？明明就乌心酒好斗的，看到一班的人马，一征召正气三增，同时呢带着妖龙，这来消灭着军甲。现在双方展开一场大混战，风沙四起，杀声震天。兄弟啊，注意哦！这个妖龙哦，多破不相，会食人，大家提高警觉啊！哦。妖龙非常厉害，文杰不是妖龙的对手，惨死者不计其数。文杰正在千钧一发之际。远远传来柔软的琴声，不过妖龙已经受到柔软的琴声来控制住，一步听着这个琴声就离开现场咯。龙已经走去了，来人啊！有人用琴声破坏咱的工作啊！咱赶紧来收兵。那我赶紧收兵，迄大家会去红征啊！收兵啊！小等咧妖龙你莫走啊！我最后一招就要斩断你龙头，让大家知影我过敏三郎实在真正后。好啊，莫大转低头。迄是好家仔讲有这道琴声来引开这尾妖龙呢，若无咱大家就安尼搞二涂，摆做安尼涂。哈？琴声？到底是什么琴声？等下我再讲互你听哦。先找钦差大人看有影。大人何在？大人哦，各位本年在此哦。好家仔，大人安尼安然无事，安尼大家上解欢喜尔。是啦，本年在此。到底何方急事来相助呢？都上哪度做咱八树十山销魂过迄个小姑娘哩。小姑娘尽忠爱国，本年应该登门拜访来个答谢才对啊！我甲你讲啦，大人啊，迄答谢代志哦，交代我办落。我这个仙草王替你办落。即摆首先啊，爱将这个干王甲伊家眷哦，甲带转去刑台，甲伊审判你咧。言者有理，本年带这罪犯回转刑台审判就是。大条呀！你甲阿刘吼，保护大人等去刑台哦，有听无？那阮两个保护大人拢嘛万无一失。是啦，各位过时了。大人啊，顺行。大人顺行，用上不用。该见咯。仙草王，你讲这个小姑娘的琴声引开妖龙的代志，讲还袂尽头咧。好，我讲你听。迄好家仔讲，这个第三代，这个小姑娘有琴姓连弹的琴声呢，也若是第一代这个有琴姓用弹的琴声，咱就去互这尾妖龙食甲无骨无髓了。哈！第一代有琴姓用是一个歹人，非赌不可。好啊，你莫甲你过敏啦哈！
我都讲袂完咧，你就哪插嘴。迄第一代有琴姓用的琴声是硬性的啦，啊弹落到就是极力纵容啊，所以迄个龙会愈受气愈凶恶。第二代迄个有琴姓梅，伊的琴声是软性的，弹落到就清幽哀怨吼。到这第三代，这个阿莲啊，真巧，伊想讲因阿嬷的琴声上硬，因老母的琴声上软，硬就是刚一笔节啦，软一无力，所以才创造这个柔光并合的琴声啦，简单讲就是安尼啦，这就是叫做无语言的这个琴声说服妖龙就对啦。无语言的琴声也比不上我这个无目睭的剑法啦。所以你的身躯才会转伤。哎呀，过去咯，不提也罢。对，各位英雄啊，咱大家都拢无损失啦哈。奇怪，哪无看雷公啊玉髓啊？雷公甲玉髓可能是被妖龙踢只落北咯。家己咪去掂掂，莫大水啊嘴讲水啊话。我来找看卖。恁大家拢登去正气山庄哈。我甲这过敏的啊，一路卖仙草茶，先煞来去找找雷公就对了。是，仙草王，阮大家过世咯。仙草王啊，我们大行。金王主啊，顺行。请了，过世。雷公听起来有臭狗撩破，可是无气魄。安怎讲啊？不见自得，什么雷公变成雷孙啊？唔卖安尼啦，迄雷公对社会真有贡献呢。你唔通学白讲呢？这是天下名医啊，咱非他不可呢。伊所锻炼呢，就是医药，对医药真专门，对武术啊，伊算讲喏，对。所以你的病也是需要雷公才甲你医会好呢。我到底是什么病啊？想看卖个，什么病？过敏。哈。传奇极品的入调动啊！演我主令是专家王的，不是我派先敌阵啊！要夺救我啊，做帝王啊！本帅是什么人？莫奈何。靠背，唔对啊！莫奈何，唔是无奈何，大家爱听好。奉了大哥的命令，镇守在四绝山春风园，统管30万兵。无啊济吼，3万兵。3000兵。对，听说安化王朱天武，伊伫这个销魂高强掠去，中原军侠讲真厉害啊！无来到咱这个春风园便罢，若是来到春风园，统统死。靠背你免惊啦，我也是讲。因中原军甲统统死啦！来人啊，有事报我知影。好，大外甲乌心桥，你是咧走怎样？这个嘛，鬼出主人吧。三岁，可闹啊，可闹啊！好，我的朋友安化王，该比单比球以上的，我有相当的拍算。就将这个钦差王平该收夺单掉，快刀王酒店万剑球丢到何在？来！命令恁2人下山，就将这个钦差王平的头壳甲赶上来，当小事。遵命。好刀道人乌心桥，恁2人去看因死。去看因死？唔是来看钦差死。我就是。来人啊！酒甲搬落，啉。看注意哦，迄大家拢足厉害哦，迄保镖啊真济哦。知影啦，好多水剑的大家小怪，来人啊！然后较暗里才亲进兄弟，解决这个王平。迄什么？乌鹰？唔是啦，乌夹。乌夹就是咱乌。
无事上加在。好啊，你咧讲话哦，莫遐艰苦好唔好？我咧讲话拢嘛对丹田出来了。好啊，你莫讲啊。哦，这乌甲讲会受你诶，也看咧飞刀咧飞两三年了，啊闪光万刀，哼，恁两个你看，一个什么快刀王啦，啊什么一个学做啥货，哼，结局无甲抓，好厉害乌甲，哼，若是无将这个人给收单条命哩，这个完全是迄个王平的招爷。阿师傅讲，咱都是一干红的招爷，啊因这班人中原军业，迄都是王平的招爷，迄唔免讲，大家嘛知。好啊，你莫讲啊艰苦啦，哎，啥？哦，金光串寒，啊，迄毋金甲玄龙，好，咱的人到位啊，咱的人来啦，哈，是是啦，是是啦，嗯。咱的人是安怎才会射死咱的人？奇怪，为什么金家玄龙来反背恶刀杀死家己兄弟？这真是使人莫名其妙呢哈！我已早就来报告啦。好你哈，好你，我无爱甲你相想啊，好你就对啦。迄娘我鬼啊，像迄南山伊拢唔爱抢呢。你若唔抢，我就加减猛抢。老师在上，弟子有礼，免礼。还弟子有何切恳？你来这已经8年，你的武功也练到无极上升的阶段，所以为师要命你下山，甲你的父亲去团圆。我的父亲在云南吗？现在你的父亲失败，走到高知国四绝山去切身，所以你就到四绝山见你的父亲吧。受弟子4拜顶庭，不用改言咯。苏贵龙是安化王朱典无的囝儿，伊黄司令特要回转四座山路过樟林，被毒地都所夹伤，现在浑身发热，昏昏欲绝。幸得有钦圣年在中途解救一命生还呐。多谢姑娘的救命，此因此情，勿弃难忘啊！见人不助就是非义，见死不救就是不仁啊！这位壮士又往何方呢？黄司令特别到四座山帮助家父呢。哦，令尊的高就。哦，我阿爹是安化王之侄，伊是皇族啊。姑娘，你听到皇亲2字位，怎样这般会惊吓呢？其实皇亲也是人，无算啥物吧。啊，令尊是叛乱国家的重犯。现在已经受国法。什么？我的爹亲怎样想？你的爹亲已经被斩了。哈？被斩了？什么人斩死我的爹亲？钦差大人王平啊！钦差王平，为他死不容忍。小等下，你唔能激动。其实令尊犯着国法被斩，你若是怪钦差大人，安尼实在也太过分呢。我的姐姐呢？你的姐姐被禁在监狱内面。好，我一定得要去检查。小等下，宅主，你千万唔通以身试法，人心思体，官法之路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假使你的处境，应该就是要效忠国家，建功赎罪，才会当救出你的姐姐。你若是建功救出你的姐姐，才是正确的行动。我袂使让我的姐姐再受监狱之苦。宅主啊，你莫激动啦，我一定要检查。宅主啊，好好听阮讲嘛。通搁再来。
姑娘之言我会考虑，姑娘之言我会应记，可是我无离开命哩。宅主，占大几天嘛，你的伤痕也未甲外传好咧。姑娘，我心乱如麻，非离开不可。可是，宅主，阿莲，母亲，现在宅主变成孤苦伶仃，恐怕会走上偏激之途。阿莲啊，你赶紧跟随伊的身躯边，甲伊安慰，吼，唔通搁互伊犯错。今日准命啦，进去。知了。啊，完结啦，完结啦。贵宾娘，怎样？迄好大位甲乌心酒的两个走去动来是未了？迄是要创啥戏？我知。是背后观看也罢。哦。大英，啊，等你的徒弟下山，你的任务都完成啊。咱这个所在惊奇消遣吧。是啊，啊，你这徒弟呢？我的徒弟即摆拢伫春风园，啊，伫台湾水面前伫咧做杀手。做杀手实是真无四种啦。啊，叫伊免讲，来，惊奇。这张牌我都看你就会知影。进上来。我的教习英书，等于见台湾水禀报。好，我就会吩咐。台湾水之神切开衣冠。可金家善良甲违背恶道，杀死着我的徒弟，我严刑放他干休。检讨者哦，检讨者哦，清凉改革，贴心贴脑。喂，这个所在也毋是市场，你在卖什么千草茶？啊，道长啊，你火气嘛唔通很大。本来我就是火魂真人，我给你介绍，这都一挂半仙。恁家人哦，拢欠水分啊。什么？啊，都火啊，拢火啊，对。啊，一罐嘛属火啊，所以拢欠水分啊。啊，若啉我千草茶，增加一寡水分哦，心凉神爽，啊，脑清，做事就袂懵懂。哼，我问你，这个金家善良是怎样乃反背恶道？你敢知？迄上介简单。迄乌道的人所作所为就是违法啦，哈！什么做奸狼的走狗啦，啊做高子国台湾水鸟鱼啦，迄就是无国家观念啦。也无国家观念的人啊，就是无私根源的人啦。也若无根源，就是像迄个无根草吐丝花啦，哈！一阵风吹来，啊就变过啊。所以啊，咱人要有这个根源，爱认祖，安尼才有做正确的人生啦，哈！啊，思想甲观念若正确呢，代代就兴旺，就大拍尾啦。先朝王所讲也是有理啦。等恁两个慢慢啊聊，本山人了离别咯，过时请。我的道友讲你咧讲真有理，安尼好，这仙草茶我甲你装备起来。哇，真多啦，真多车。种徒弟啊，啉仙草茶，啉啊！拢总偌济钱？6块多。啦，6两银互你。攞来。喂，仙草王啊，你走遍江湖，你所见所闻，到底什么人的功夫上好？这是真歹讲啦，好啊是真济，啊深的是真少啊。好的甲深的有什么分别？好的伫这里有看无？讲较再讲，袂讲较快了，唔讲也罢。那你在讲啥？听无心，听无用看就好咯。啊！实在你的功夫袂歹，所谓花白花拢互你切花去。哈哈，袂讲较快了。来，边都火云真人要来领教你的绝技。啥物？你要甲我比赛？然呀，来吧！下尾所在，目睭背福金嘛！勇字万寿，武勇万寿。剑锋如何？忠良听水啊！可恶！来人啊！海流星，水浦用阴阳相煞，
大情海中的灵机调金家玄龙，暂时何家不得为命。遵命。吴杰接了金家传龙的挑战时，伊也特别赶往乌森林赴约了。恐怖！恐怖的乌森林暗藏杀机，金家传龙在等候吴杰死日来临。吴杰，你的胆量大，气魄好。金家传龙，你的心真毒，手真热。我的断魂枪特别使你魂断乌森林，来吧！强对强，金家传龙甲乌甲之战，机理装机变化成变，结果如何？请看续集便知分晓。